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高雄的警方甲卫生局抓到一个秘医，骗讲家己有合格医师的执照，专门到病患的厝内底帮人注射来治疗肝病甲关节痛。警方到因兜搜证，才发现这个50多岁变身啊，只有工专的学历，甚至有病患互注射自助类来感染，致使着败血症。要啊，真痛啊。无啊。 警方来到酷舍秘医因兜，一开始佫无承认到患者的厝内注射治疗。无啊，无咧用啊。东西在哪里啊？一直到警方甲卫生局稽查人员提出检举者所提供的相片，伊才承认，刷来伫因兜敲出伪造的外科医师甲合格医师执照，以及2间高雄有名病院外科手术同意书，伊就是用这假文件来欺骗。 对去年9月开始接触至少5名的患者，到对方的厝内治肝病甲关节痛药物。因为经过其注射抗生素，引发伤口感染，最后导致败血症，触犯了医师法以及刑法的诈欺、伪造文书罪，所以当晚即遭法院裁定收押禁见。 因为收费比病院较俗，真侪患者是一个报一个，但是这50几岁姓柯的秘医被查出，其实只有工专的学历，根本就无任何医学相关的经历，药物嘛拢是向药局买，嘛要呼吁其他受害民众赶紧出面检举，唔通为着贪小，损害家己的健康，最后阁无地求助。